咁到底係咩原因導致我哋嘅腸道會慢性發炎呢？第五類係食物鏈同環境入邊嘅污染物，農藥同除草劑殘留一直係大家關注嘅問題。有研究顯示，甘草倫敦化學物質可能會影響腸道菌群，對部分益生菌造成傷害，但對某啲害菌嘅影響就相對較低，從而令腸道菌種失衡。喺可行嘅情況下，最好減少接觸。比較實際嘅做法係將蔬菜同水果徹底清潔，有條件嘅話可以選擇有機或者來源可靠嘅食材，同時保持食物嘅種類多元化，避免長期大量食用同一種食物，亦唔需要因為擔心農藥而完全唔食蔬果，因為蔬果亦含纖維、維他命同植物營養素，對腸道健康亦有非常重要嘅幫助。另外，工業化養殖使用嘅抗生素令肉類可能出現藥物殘留，或者間接影響人體腸道菌種，呢方面嘅憂慮係真實存在㗎。所以喺可行嘅情況下，最好盡量避免來源不明或者高度工業化生產嘅肉類，優先選擇草飼啦、抗生素使用較少同埋來源可靠、有信譽嘅肉類生產商。最後就係重金屬、塑化劑同埋微塑膠啦。部分大型嘅魚可能累積較多嘅水銀，而塑膠用品亦有可能釋出微量化學物質或微塑膠。長期或者高水平接觸某啲污染物，的確可能增加神經系統、腎臟、免疫系統或者腸道健康嘅問題。不過風險通常同劑量、接觸時間同污染物種類有關。日常可以做嘅就係避免長期重複食用同一種大型嘅魚類，保持飲食多樣化，唔好將塑膠容器嚟盛載太熱嘅食物，亦盡量避免重複使用老舊被刮花嘅塑膠用品。